中国配偶公关因为伫网络发表武统的言论，互伊民事废止居留许可，而且限令出境。地邦外有2台高铁列车相撞败马，上无已经21个人死亡，事故原因也搁咧调查。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第一台新闻世界通》，我是张曼婷。中国配偶公关因为伫网络发表武统的言论，移民署甲依照两岸条例等规定废止伊的居留许可，而且限令出境。伊伫咧要离境进前，也继续咧强调讲，希望会当较早统一。我希望早日统一，争取孩子回娘家看望外婆。我觉得你们怎么了？你们害怕了吗？透过影片表达部分，中配官官因为发表早晚红旗插满台湾，才会牵涉武统的言论，互人检举。后来点点啊深度争议影片，佮改名小辣椒持续大文。去年11月去马场顶纪念公园拍片，纪念强调5招顶人，即马确定互移民署废止登记居留许可，并限令出境。这个个案里面所碰到的问题，都是按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联审会议通过的。去年3月，中配爷爷涉嫌鼓励武统，去互移民署限期10天内出境，搁捌去内政部前抗议。所来阮旗小薇嘛比较爷爷，共款伫月底互人赶走。同一年，捌伫花色正头路的中配前地。互人也经营解放军民粹社团，先注销台湾身份，12月嘛互人废止移亲居留。即马官官因为公开散布争议言论，认定有危害国安甲社会安定，移民署证实伊已经家己离境，给予当事人陈述意见，依法作出处分，并限令出境，兼顾依法行政及人权保障，其已于115年1月中旬依宪自行离境。恩琪在中国台湾省宣扬两岸一家亲，带上了中国红，拿起了我们的五星啊！先关一下。先关一下。先关一下，我跟你说。中配阮旗登去中国了后，共款用台湾做题材，继续做直播主。这阵啊，互人发现直播到一半，有中国公安人员加查落来，要求关台，互伊讲甲证书激动号出来。我是在为祖国做贡献的，大家。好不好？甲直播记录落来的 YouTuber 就这样表示，阮旗案例颠倒，互大家看到警察国家的本质。这阵也有中配伫网络报版繁体字，希望赶紧统一，就会当写简体字。对这样代志，内政部正式回应，无要统一。佮声明中华民国官方所使用的都是简体字。教育部表示，理解跨国婚姻和台湾争做多元族群，考量语言的适应，政府拢会提供过渡性的辅导甲协助。公视新闻采访报道。针对美国232条款，台湾半导体关税将取得上优惠的待遇，这就予南韩的半导体企业紧张啊。南韩的政府表示讲，已经启动紧急协商机制，强调讲这晶片的关税是袂比其他国家更较歹。台湾伫咧232条款关税内面，争取到半导体甲衍生品关税上优惠待遇，互同款是晶片竞争国家南韩正境界。昨晡南韩青瓦台发声明，讲已经启动紧急协商机制，强调晶片关税未输予其他国家。要让美国拥有充足自给自足的 High Bandwidth Memory， 那么其实三星跟 SK 海力士就必须要大手笔的投资美国，不是建晶圆代工厂，是建记忆体厂。根据台美贸易协议，台湾企业伫咧美国起薪抢的这段期间，会当规划产能上最2.5倍的产品输出去美国，唔免搁拿232条款的关税。伫即马全世界晶圆代工市场市占率，台积电占7成，三爽7%到8%，中芯国际5%，罗格方德占4%。伫即马全世界DRAM市占率，三爽、SK 海力士抑个美国是前三大。分别占20到35%，CXMT 甲南马科是无到5%。而且美国商务部讲，以后若是无伫美国设厂，可能会拄到高关税，恐怕会互记忆体厂商承受正大的压力。如果韩国的半导体关税比我们高，那么它卖到美国的晶片价格就会没有竞争力。那我相信韩国也有记忆体相关的技术。美国一定也希望他去美国设厂，他们很可能会重新谈判。那最终呢，看能争取到什么样的条件，才能跟台湾竞争。目前为止没有在美国设厂的计划，直接交易美国的市场的比例目前不大，但是在增加中啊。这个我们
会再考量这一点未来怎么营运。台美关系确定，中经院估计今年台湾的 GDP 会当达到4.14%。除了经济前景看好，19大股国行悬，收至31,639点，起230点。宽达股台积电收盘1760块，起20块，两项拢创历史新高。记者综合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宣布一项大消息。伊讲要伫咧1月23正式解散众议院，而且后个月2月初8就要重新选举啊。高市早苗上任到今是也未满100天，伊却选择伫咧这个时阵提出这项决议。伊认为讲这是甲日本的未来交予民意来决定。高市早苗并改革，想要推动各项政策。不过目前伫咧众议院这执政党的席次才233席，拄拄好过半。安尼政权根本就无稳定，因为只要有一个议员立场改变，安尼规个法案就有可能会受到否决。所以重新出牌，争取稳定多数，对高市来讲，无的确是上理性的选择。不过，这回选战是干那短短2礼拜时间尔，而且在野党阁联合组一个新的政党要来对抗，到底这日本的政坛敢会变天？高市早苗是会提早落台，也是趁声势悬的时成功平盘，大家拢等咧看。即马受到极端气候影响，全球各地是愈来愈接发生天灾，无论是天气伤寒，也是热到挡袂牢，拢造成真大的冲击。先来看南美洲的国家智利，因为热浪加上透强风，中部甲南部是发生火烧山，目前知影的已经有18人死亡。智利的总统嘛宣布2个地区进入紧急状态。镜头换来看美国这边，因为拄着寒流暴风雪，这体感的温度是要降到摄氏-12度，非常的寒，甚至是连这温暖的佛州嘛旱得连续2年拢落雪，天气是真反常。南美洲的国家智利，因为受到小影的影响，气温降到38度，而且阁透风。中部甲南部森林大火情形是真严重，8500公顷的森林，也阁有几10栋的厝是拢规个烧了了，超过5万的居民紧急疏开。军方的人员随展开空中拍火的任务，消防人员嘛四界走踪，甲24台野火拍花。智利的总统表瑞克宣布，比奥甲纽夫莱这2大区进入灾难的状态。Tenemos un número hoy día confirmado de 18 personas fallecidas, pero tenemos la certeza, desgraciadamente, de que ese número va a aumentar. 罗省总统表瑞克伫咧社群平台 X 表示，所有的救援拢已经到位。不过当地官员讲，森林大火已经炭烧几点钟啊，四界拢是受到相当的熏热。不过政府的援助却是一直无到位，有的居民全闭伫厝内，就是讲野火会家己发起，想不到情形却失去控制，所以真侪已经烧到臭火焦的尸体，伫咧残忍厝内、路边甲车底去发现。No, esto lo vivimos mal, pésimo mal. Pésimo, empezó el fuego en estos momentos de aquí, saltó para este lado, se quemó esa camioneta. Estábamos encerrados aquí en este momento con el fuego anoche. Lo pasamos mal, toda la gente mal, absolutamente mal. Fue algo que vino en un momento y pasó. 也若伫美国东华，是扫来2波冬季风暴，体感的温度要降到-12度，毋但能见度大降低，空中甲陆上的交通嘛拢受到影响。这波无稳定的极地气旋一路落南，地属佛州这个大部分的所在，拢是属于亚热带甲热带气候的所在，嘛真罕见落雪。不过，这届落雪并不是100年一届真罕见，就伫去年1月份，因为有增强北极冷空气落南，互佛州部分的所在积雪有到20公分悬。这嘛是美国真侪所在从19世纪以来雪落了上大的一届。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西班牙有2台高铁列车相撞败马，上无是已经有21个人死亡。也若这发生事故的铁记录是才拄全面翻新尔，就连车型嘛是新的，是安怎会发生意外，也过来厘清。发生意外的列车，其中一载车厢的乘客翕到这个画面，即阵内底敢若当靠紧急照明，已经有一位工作人员进入车厢安搭并且协助。这位乘客表示，代志发生的时，火车喊甲真厉害，大家拢真惊吓。加在甲家己同一载车厢内底乘客拢平安，对外口发生啥物代志并无清楚。西班牙南部18发生2架火车相撞的事故，并且造成重大的死伤。对外口看入去，救援人员爬到上顶面，想要进入车厢内底。后壁这载车厢出甲真严重，有一个旅客对已经喙齿的虫仔爬出来。
后壁几扇车窗会当看到救援人员用手电啊照光协助接应。 Many of the passengers were trapped inside after the accident. They had to break their way out of the trains using those emergency hammers by smashing the windows. It's been a very difficult job for the firefighters and the emergency workers to get into the area. It's a very narrow area. The road is difficult to access, and they have been working methodically to try to get people out of that mangled wreckage. 根据西班牙铁路基础设施管理公司的讲法，一架对马达加开往马德里的列车伫阿达姆斯附近败尾，冲到对面的铁基路，甲当日驶过来另外一架火车相撞，致使对面的火车也败尾。 医疗甲消防人员赶到现场抢救，有一寡乘客已经救袂回来。安达卢西亚驻地区紧急事务官员桑祖表示，部分车厢并落去大约4公尺深的夹，增加救援的难度。交通部长朴文潮表示，意外发生伫铁基路的第3段，而且这段铁基路才拄全面翻新，肇事的第一列火车是新车型。这个事故非常的奇怪，当咧深入调查当中。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 美国总统川普硬要甲价仍然买落来，即摆欧洲国家要反制啊！除了按算对930亿欧元价值的美国进口商品扣报复性关税以外，嘛启动反威胁措施，限制美国的企业甲所谓服务进入欧洲的市场。 美国总统川普坚持要摕到格陵兰，并且宣布，伫咧达到目的进前，将会自2月开始对支持格陵兰的欧洲8国加缴10%的关税。6月初一，还会提悬到25%，和欧洲正反弹。欧洲各国领袖则被紧急通电话协商，并且发表联合声明。 认为甲领土并购加关税挂钩是一种经济协平加政治勒索，将会全力支持丹麦加格陵兰伫主权加领土完整的原则下进行对话。We hebben ook gezegd dat de territoriale integriteit en de zelfbeschikking van Groenland en Denemarken wat ons betreft niet ter discussie staat. 欧洲各国的大使则被开紧急会议，讨论出2大反制手段，包括对美国实施总额达到930亿欧元的报复性关税，内容包括 普本威士忌、飞机的零组件、黄豆抑个加金等。另外一项是欧盟用来对抗来自第三经济协议的对策反协议机制 ACI。欧盟伫2023年通过了，从来就无对外实施过。内容包括限制美国企业参加公共采购、限制投资或者是银行活动，抑个限制伫咧欧洲市场有大量业务的美国科技业者或者是其他服务供应商，被认为是贸易的火箭炮。 国际问题专家讲，川普即马有其中3个的压力 ，ACI 会牵制美国的经济，川普爱付出政治代价。The economic weapon is the best option Europe has. So tariffs directed back at Trump, if they're smart, probably directed at, Trump's allies, tech people in Silicon Valley, find a way to try and hit the people that are Trump's support base. 即马欧洲的共识是避免全面贸易战，严估也传好反制方案来增加谈判的本。19要进行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将会是川普甲欧盟主席冯德莱恩等欧洲领袖对话一个关键的场合。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 为了处理加沙战后中建的工课，美国总统川普宣布成立一个新的国际组织——和平委员会，伊本人就是主席。目前加拿大、印度、巴西等10个国家是已经收到邀请，也若加拿大是已经接受。 足一摆公开批评联合国，而且伫咧前几天，一摆提出几20个国际甲联合国组织的美国总统 Trump 宣布要成立新的国际组织和平委员会来处理加沙战后重建的代志。而且去年11月，联合国安理会已经伫国议当中通过这项计划。Just yesterday,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formally adopted my peace plan. And officially endorsed the Board of Peace. 为了推测这个互看作是取代即马联合国体系组织 ，Trump 政府已经成立执委会，成员包括国务卿卢比奥、中东特使魏科夫、Trump 囝婿库什纳、英国前首相布莱尔。主席就是 Trump 本人，伊掌握所有上尾的决议，嘛有权利决定邀请还是甲任何成员国退掉。
They've established an arrangement here that excludes Palestinians from decision making and creates this hierarchy that looks very sort of colonial. 若是加入和平委员会国家，会籍敢若3党尔，若要继续，就要经过主席Trump 同意。若要摕到永久会员国的资格，就要伫中庭起股了后，头一档以内捐10亿美金。目前，包括加拿大、印度、土耳其等等10外个国家，拢已经收到邀请。加拿大已经接受。$1 billion reasonable though? I mean that's one of the modalities of that money. How's it going? All these questions. Canada wants money to have maximum impact. 另外，巴勒斯坦的人民若防排除伫咧国策考核以外，以色列佫确实连邀请加入成员国都无。也若这件代志，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是真不满，表示这个以色列的政策是无共向的。公司新闻王祖梅编译。F1 赛车伫全球是真出名，不过76年以来，却敢若5位是女性的赛车手。为着打破对性别的刻板印象，英国即摆是开设课程，希望培育出新一代女性的赛车手。即马15岁，伫英国北威尼斯出世的佩克，伊驶一只有插 More Than Equal 超越平等漂移的赛车。真有自信伫西班牙巴塞隆纳加泰隆尼亚赛道来驾车，为着要愈来愈进步，大概常常练习45分钟，都要进行一个月技术讨论。佩克6岁就开始驶卡丁车，即马进入4级方程式赛车的轨道，伊是拼性命想要拼入去 F1 1级方程式赛车。It's quite sad because there's no one to really look up to. You know, I know the only point scorer was Leila Lombardo. She was quite impressive in the sport. F1 赛车全球的买将对2018年成长63%，来到8亿2700万，是上受欢迎的体育比赛，伊也是体育界真少数的混合性别比赛之一。不过过去76年以来，敢若5位女车手伫 F1 赛车场拼出名声。The More Than Equal's mission is to try and find and develop the first female F1 champion. A bold statement given that fewer people have won the championship that have been in space. 为着打破 F1 赛车场的性别阻碍，超越平等针对查某囡仔开专门的赛车手发展计划，针对查甫甲查某伫生理、心理甲技术面对的差别进行无共款的训练。原来最近因为影音平台 Netflix 有一出 F1 驾车求生的纪录片真情，这也互真侪少女嘛想要去驶卡丁车。But I watch Formula One quite often, and so like I kind of know how to get around the track. That don't be shy to do it. Just be brave and have fun. 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伊朗的女性无论伫咧生活也是工课场，拢受到真侪限制。不过，即马由政府出钱赞助的大型交响乐团出头一位女性的指挥家，毋但受众人的关注，嘛鼓励查某囡仔会当勇敢去追求梦想。伊朗头一个女性指挥家法里尤瑟菲徛伫咧德黑兰历史上久长、上出名的夏赫达音乐厅，接受大家赞声，这嘛互当地女性真大力量。یکی از دوستان منم دیروز اومده بودن میگفتن که دختر کوچیکی همزمان که من رهبری میکردم با من رهبری میکرده و گفت ببین که از کجا تو ذهن دخترها داره این دیگه نقش میبنده. 根据伊朗的法律，女性是袂使伫有查甫甲查某男斗阵的观众面头前，家己一个人唱歌跳舞，因为这项当作是违反伊斯兰的教义甲公共道德。不过，法里尤瑟菲伫咧乐团做带头，代表伊朗文化当咧转变，嘛互女性伫咧艺术领域当中有更较侪可能。فرصت موسیقی برای خانم‌های ایرانی به خاطر صداشون که پخش نمیشه نه، ولی صداهای خیلی قشنگی داریم تو خانم‌های ایرانی. حالا اگه نتونن صداشون هم به گوش جهانیان برسه، همین که رهبر ارکستر باشن صداون به جهانیان میرسه. در ایران محدود بودن و هیچ وقت نتونستن اون استعدادها و قابلیت‌های خودشون رو بروز بدن. ولی مطمئن هستم که جایگاهشون از مردها کمتر اگر نباشه که 100% بیشتر. 除了指挥，德黑兰交响乐团内底，阁有真侪女性团员，像艾希娜的小提琴、中提琴甲打击。音乐会结束了后，法里尤瑟菲表示，当伊行去舞台中央，所有观众拢甲目睭向为伊的身躯，
伊知影家己责任真重，同时伊嘛鼓励其他女性面对困难唔通惊吓，因为这是甲束缚、甲压迫拼掉的必要条件。国视新闻沈玉培编译。杨丽花的歌仔戏是真侪台湾人共同的记忆。已经81岁的歌仔戏国宝杨丽花，伊用一世人的时间来为歌仔戏拍拼。文化部即摆伫咧宜兰团艺中心就替伊举办个人展览，邀请大家做伙来回顾歌仔戏的黄金年代。若有我的观众伫，我永远都无退休啦。短短2句话讲出来，干那几秒钟的时间，毋过对尤丽花来讲，却是一世人。伊对4岁开始唱野台戏，16岁演出内台歌仔戏，到广播歌仔戏出唱片，甚至是家家户户守伫咧电视机等的电视歌仔戏，一路行来77档，或者帮配尤丽花，成做真侪台湾人的共同记忆。咱这个戏剧若是无观众的，都真是无啊。若戏剧有观众，免惊无啦。因为我会老，但是我会永远袂老。较早咱食饭拢伫餐桌，到尾后因丽花的关系，咱食饭的所在拢搬来客厅，对无？嘿，所以即句话讲，食饭配杨丽花。即届文化部邀请尤丽花伫咧宜兰团结中心头届举办个人的展览，号做世纪初恋尤丽花。展览1礼拜就破9万人参观。尤丽花甲较早的戏衫、布景和道具拢搬到团结中心。伊的徒弟陈阿兰就分享，有的歌仔戏衫一输就要200万，为着要完整呈现连戏红啊，拢是尤丽花亲身落去雕伪装、头毛和清擦。杨爱女80几岁了。不要再他画，我们来画就好。杨阿姨说：“杨丽花，家己画杨丽花，这是杨丽花。”但是这句话讲落去吼，开始啊，阮就开始无用啊。伫展览现场嘛有设计真侪活动，亲像录影带，就当用大荧幕看尤丽花搬戏，有广播机，后面将体验歌仔戏录音，有 AI， 互观众来搬戏，甲尤丽花共台演出。既然是尤丽花的故乡，团结中心嘛邀请大家感受尤丽花创造出来的歌仔戏黄金年代。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第一台新闻世界通，我是张曼婷。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